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咱教会线上礼拜的日子，就有点，互咱希望伫这个疫情的中间，我做通实体聚会，都是感谢上帝，通过帮助，通过线上礼拜，互咱有缘会当伫上帝恩典课堂内底来这个，通过上帝话，一摆加起咱起来，互咱伫生活中间，用靠主得胜，而且得胜出，得到主的平安。今天第一个在做分享上帝话，就是话语，上帝正到恩典的内底。而下开始分享上帝话之前，咱首先来看这圣经的经文。咱今日所要看的圣经是记载伫创世记第20章第1节到第2节。12节到13节，咱做伙来讲述上帝话。变来咱的是头一摆异乡以后，迄所在都有异乡，以前有比伊拉比到非利士人的王阿比的家，耶和华必出现，讲你唔通落去埃及。就点引我所指示你的话，你徛伫即所在，我要甲你伫地，祝福你，因我要将这地拢互你甲你的后裔。我要坚固我对你的地阿伯拉罕所许的约，我要加起你的后裔，亲像天降星遐多。各要将这地拢互你后裔，佮地上万国连由你的后裔得到福气。是因为阿伯拉罕听我的话，守我的吩咐，我的命令，我的律例，我的法度。以撒徛伫伊拉里，以撒伫迄所在建造。一人得到百倍，耶和华赐伊福气，伊就真对大，拉富拉大，到真对大富。而爱开始回到上帝的进程，咱大声来听一首诗歌，万物充满你的恩典。春风吹来一阵幽兰花香味，树头记七只欢喜甜，今时溪水边草木清水水果甘甜，我看见上帝的疼充满伫万面。一枝草，一点露，显明天白大慈爱。一口气，一滴水，收拾完我命的风声。
喜伫今世，溪水比草木清水，水果甘甜。我看见上帝的疼充满伫万面。咱即时伫遐就开始分享上帝的进程，担心来祈祷。愿天阿爸上帝，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通过万你，伫遐来彰显上帝你满满恩典甲疼爱，互万你让咱通过上帝你所小做的，而且来建立上帝你满满恩典甲疼爱。主啊，是讲伫这疫情犹原那个真严重的时，主你互阮无失去对你的信靠，也会当来享受主你所小赐互阮的平安。主你讲你互阮的平安，就是出人意料之外的平安，而且是要互阮得到十分的平安。而且因为中间犹原要互阮来建立上帝你拢无离弃阮，你拢到阮三地，你互阮犹原甲愿意请到阮这内底来彰显上帝你荣耀，让人以安尼来得到祝福。主啊，感谢你。今早你互阮伫你的圣殿，伫这所在来分享上帝你的话，分享上帝你的神，甲每一位听甲讲人三同在，真做伊的对咱，真做伊的能力，真做伊的祝福。主，阮感谢你的恩典甲赞叹，上帝你来纪念阮今早你的敬拜。这中间带来满满恩典的祝福，原来感恩恳求都是奉靠耶稣的圣名恳求，阿门。
今日咱第三季要干做的分享上帝话，讲我是上帝的正到稳定内底，我是上帝正到稳定的内底。你看即摆，当一个人渴望是生活中啊，伊的意思就咱得到福气。做成是，都会当其他是电视，就像想像咱讲着的讲，人生本来的代志，10项有8项，咱常常活伫迄个苦难的内底，就是咱上帝正，伊伫个所在要甲咱表明是，当咱行头无路时。当咱行头无路时，做头路时，伊就用伊正到稳定，介入伫咱的人生中间，互咱拢清楚知影，互咱拢清楚知影，伊人话就是伊上帝凡事拢话，互咱拢知影，咱会当回到上帝。咱会当来解决，靠过上帝来解决咱的问题，互咱能够来记得上帝满满有顶个啥？就像即摆，咱的上帝来甲咱讲，你家己人生搞得一塌糊涂，而且你家己人生用到安尼，你人生。把你的问题先处理好势，才能够离开人生。你看，即摆咱的上帝是安尼一个上帝，咱的上帝伊知影咱无能为力，就是伊也咧讲，伫咱无话，就是伊上帝凡事拢话。等到我过日时，伊就要诚做咱的工作，诚做咱的生活。所以今仔日，咱所看经文。咱要看起，以色伊根本就无能为力，就是来感谢上帝。以色无法度无能为力时，伊上帝凡事拢会。以色不能的时候，上帝说他凡事都能。当以色伊更失败。在嗰啲上帝做好嚟底，佢發現嗰啲上帝聽到問題嚟底時，上帝就要互伊來經歷，講聖經講伊迄年就是健康嘅年，上帝互伊有百倍收成，所以今仔日咱就通過這個來經歷，咱活喺上帝聽到問題嚟底。咱的上帝是圣经里讲天在用较悬对，安尼上帝讲伊道路关过咱的路，也两头嘛关过咱的头。所以两天即摆，当咱甲以色列同款，当咱行无路时，上帝咧讲来到伊的手多着钱，来到我可以会当来经历我自己的上帝听。甲稳定的人生，而且你咧干做分享几方面，你我会当活伫上帝正到稳定的内面，而且必须靠前就是要有一个感恩的心灵。现在即摆咱这所在，咱看起，而且中间以色列而且要起一座坛，又叫耶和华，伊伫遐照顾病，伊的老婆就伫遐补一口气，补一口气。那即摆当迦南地闹饥荒时，以色列就要伫迄所在离开上帝所用的对家己。伊家己爱迄个所在，所以上帝也互伊一个命令，就是爱伊留伫家己地，
所以伊来到伊啊，你要去到你家啦，你要去到你爱一个，所以说就讲你住到你的所在。你看即晚来看去21大生最相应，咱看去伊这中间21了活伫一个上帝社甲稳定内底的一个人生，伊上帝互伊有一个真无共款的价值观，就是迄个价值观的优先次序，就是大生去祭坛，又叫耶和华上帝，然后甲教国的两卡乌头子。这讲啥物？就是伊个所在会当也上帝做第优先，就是伫这中间要表明讲上帝祝福，上帝是个祝福的源头，上帝是个祝福源头。当伊来到伊个祝福源头时，当来求得上帝，来到上帝，迄就越感恩的事。上帝给你几日，互伊先做知影。迄个活，这个庄园，毋是祭坛，毋是伫个所在古迹，毋是乌古迹，毋是迄个咱到去埃及地来找求资源，乃是耶和华上帝身上。通过这个祭坛，才来展现。就是像圣经安尼讲，你就爱先由上帝国甲你，就证明拢要收赐互你，拢要收赐互你。即摆咱伫这所在比较分享，佫有一个身躯残障的人，伊伫咧厝里。招小偷啦吼，结果损失真侪财物，有个朋友就写批来咧安慰，就是伊叫安尼家己的朋友回馈，安尼讲多谢你寄批来，但其实我的心中真平静，因为我迄想的是。迄个賊仔只有偷摕我的物件，并无伤害我。但是就是賊仔只有偷摕我一部分的财产，毋是把我全部的财产拢甲我摕去。第三，伊个安尼讲，这个賊仔今日来偷摕我的物件，好难猜。是来偷摕我物件，是我做财仔人偷摕人物件，所以伊讲伊的心真平静。今天新闻咱讲起这个残障的人士，伊有一个真特别的价值观，有一个真特别的态度，就是不管拄着什款大小行事，伊拢是用一个积极正面的态度来面对，安尼人，伊未来，伊有缘用安尼的一个态度成就了其不平凡的人生。毋知你要出这个残障人士是啥物人无？伊就是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这些人之外。时时刻刻，互咱对这开始，为今仔开始开始来开始一个小小功课，嘛当来操练咱的一个真特别美好的习惯，就是咱伫困的进程，咱内心来想，今日毋在乎什款大己感谢的事，来受三项，来受三项。现在咱就讲说今日真正有真侪，互咱感觉代志安尼非常的糟透无啥物值得感恩的事，这是不要紧。只要咱安静咱的心，好好来想，
我相信咱一定会当甲罗斯福总统同款，会当伫迄不停的中间找到各项、各六项值得感恩的事，甚至会因为安尼讲，哇，咱有遮多，伫咱生活中间有遮多的惊喜啊！吼，有遮多的稳定，我竟然都唔知影。为一句谚语安尼讲，稳定其实一直都伫咱身边，只是人往往拢视而不见，人都往往甲伊忽略，无去看见。亲像这个海乐，伊捌伊讲，伊捌一直为着家己无会晓通穿来思考。这是当家己看到有一个无脚的人时，伊感觉哇，我实在是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幸运。讲心幸运自己啊，幸运自己。因此嘛，伫圣经内面，咱有看见讲有在泰国人伊在找耶稣，问耶稣甲伊医治。而这中间，主耶稣拢家己，总是真可惜的是，只有一个人倒来向上帝献感谢。而且所在耶稣来讲，你得相信的敢是10个吗？其他9人走家了。圣经写讲，只有一个。我做什么的人，伊倒来将荣光归予上帝。然后所就甲这个倒来感恩的人安尼讲，起来，你的事有益；起来，你的事有益。你看，即摆感恩就是将信心的表达，所以咱变咱伫生活中间，咱活伫一个。上帝听到阮这内底是，就是通过咱去表达对上帝的感恩，就伫咧所在呀，彰显对上帝的信任。这中间也还发现，咱的上帝是一个依赖咱，将这个才能感恩的上帝，伊爱咱。怎样了解文件时，会晓通倒来表达对上帝感谢。伊爱咱伫这中间来给各大文件，所以伫这中间咱看见，当咱怎样感恩的时，主耶稣伊安尼讲，伊伫这事件内面，伊伫写对甲咱教导讲述，就是感恩会确定咱稳定，感恩会确定咱稳定，感恩是下去一个稳定安稳的锁匙啊！所以当咱有一个感恩的心的时，来到上帝面前，献上咱的感谢时，咱就记得上帝稳定，就追求这个倒来感恩的撒玛利亚人的话，讲会当恩上加恩，恩上加恩。伫世界上有2种人，头种人就是专门在找毛病，找伫生活中间这苦难来埋怨的。但是就这一些是伊哩。抗议上帝传再叫伊人一个无顺事，伊就摆烂。嗰另外一种人是伊来消退，伊生活中间有啥物特别感恩的事来献上感恩，献上感谢。你看即摆毋知你是哪种人，毋知你较厉害食对哪种人。如果咱怎样个讲，的追求说这个感恩的追求一粒花也庆祝的花的旁边，自然就会经历这稳定的香
通啊会通，伊会来到你这个火的所在，所以这餐都的人就像这火感觉正这方面时，就带来搁较侪稳定，带来搁较侪祝福。第二，你跟咱做的分享，就是咱要活伫上帝听，较稳定的人，第二个秘诀就是信心与期待。你看这咱变老应该是上帝稳定，就是跟一切中间上帝和咱对咱所期待，对咱所仰望到的上帝，咱有信心的表达。我可以安尼来建立上帝有这个感觉。而经文内底有讲到着伊两利，伊两利原文的意思就是停止住。对上帝爱以撒卖落去埃及，爱留伫伊所应许的对迦南地，伊两利也是伫迦南地，就是迦南。对西南边的所在，所以上帝爱停止伊的所在，这个所在好在就是也无咧闹地方，就是一个非凡下力，或者就好上帝甲以前关于这个所在，嘛好在就咱即马台湾的情景，世界情景与疫情关系，咱徛伫一个异乡的所在。向过的所在，停止伊的所在，上帝爱咱停止伊的所在，来听上帝的话。伊个非凡下力，互人关于的所在，我都通听到时，互咱有一个美好的历史。即摆伫这个中间，咱看见上帝爱以撒。以前人看这是鸟不生蛋的所在，天气以上，爱伊的所在，两条真是上帝对阿伯拉罕的应允。然后你摆来鼓励伊，来恶意来保证，上帝恶以上保证讲，我甲你老爸立约，来遵照就是来行，因为伊。叫我所关乎的一直，我就在三东山就可以经历上帝稳定的下来。以撒是一个以规范所在的抉择，以撒是一个异乡的季节来升起，而人看这有千万的无可能的事，上帝可以经历一个。超主人信心的突破，我行一条完全无同款的道路。咱接下来看，伊两利这所在的意思，伊两利也代表上帝如果在咧做好咱，往往伊互咱。感受到，是咱嗰个上帝顺境的时的环境，上帝伊就是咧祝福我。然后就有人会讲说，死啊做了就一帆风顺，拢无在落丰收百倍。对上帝互咱来经历的就是，伊要咱学习，因为人常常伫上帝顺利的时。也是咱上界容易袂接受的事，所以上帝爱咱，也爱以色，唔通落去爱伊个，咱找牛人方法，唔通免恶马克记在咱底下去叫丰盛富裕，爱咱到迄个美好的所在、欠缺所在、需要上帝所在，来靠伫迄个。困境中间，有时上帝甲咱靠伫这困境苦难的当中，是咱经历上帝甲医疗作用。所以伊也代表
当咱伫困境中间的时，也是咱上会当的学习，听上帝话时。互咱各种上帝面前来经历伊上稳定、上解做的事情。所以即摆咱直接所在咧看见上帝互以撒行出一条真无共款的道路。伫这所在，伊别人看，这是一条苦功的路，这是以色列对上帝因传出来的祝福。上帝互伊医好的时，也就咱会记得，上帝就是靠山上的，就是我靠上帝是唯一的出路。所以伊医好时，伊也正是上帝互伊，伊咱会记得百倍事情。因此，咱也常常会伫这中间来经历安尼一种可是上帝也嘛免互咱通过这个来看见，当上帝讲爱咱去的时，咱就去；当上帝讲咱就留伫个所在的时，咱就留伫个所在；当上帝爱咱做这做时，咱就伫遐做。因为前者怎样，伊上帝有救命，上帝是咱的主者，伊咱都无见过。上帝要行，互咱行出一条真无共款的道路。因此嘛，伫这所在，咱看见，伊人都毋敢去亚经济，因为良心真欠缺啊！咱去甲这良心，甲这经济没压时，当时都愈无影响，有可能压落去的，也血本无归。但是重点伫这所在，要甲咱讲起的，就是迄起码是安尼一路中间，伫咱对咱安尼时，上帝要出来提示咱：你信得过神吗？你信得过神吗？你相信神是爱你的神吗？神是跟你同在、祝福你、恩典满满的神吗？起码你这种咱看见，以色列通过伊所医好时，伊安尼经济，无咱还是，迄种常常，但是咱伫这中间，咱医好时，也是人修炼的时，咱伫这医好向过时来得到，就是伊才款，伊是要较紧落去，啊一个来得到。所以上帝主要咱还做就是伫艰难的中间，咱无是咱是要是咱是要互人。是一个五点点的问题，迄个时间共款，伊安尼有无的时，伊人是要爱得到的时，来看见这个囡仔，就是五点点的可以主耶稣就生出一个医疗伟大的形象。这个是这种个上帝用来爱咱学习的是，咱都想要爱修，要爱修炼。修在哪里？修在修在较好，就是有即摆疫情共款。要前个个时，大家都有嘛讲，我较紧会当注着这疫苗，较紧会当注着疫苗。但是上帝爱咱做，就是伊也真是，伊分享的，伊分享，伊带来祝福。就看到最伫这防疫中间，有最人伊是牺牲家己。伊毋是伫遐是讲，我会当得到什么好处？在医疗人员，在做人付出，伊伫咧说主动投入伫这防疫的这工作里面来提升来经济。你看，即摆咱讲起上帝就通过这个，互咱看见就是上帝常常通过艰难的时，欠缺时。伊人看在上无可能的时间、空间、方式里面，上帝互咱这个应许来做，也就是上帝互以色
伊好伊有缘有感出去也真是，上帝就互伊也做修行发挥，也做大富，而且愈来愈好个，愈来愈好个。即摆咱伫这中间，咱看见就是，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上帝要爱咱伫这中间来学习。这是一个信息功课，就是重点不是一些所在，一些外经文，重点是咱接受主的上帝，咱接受有啲所在跟人的上帝，重点就是伫这记号时，咱就是抱着个信心来亚经济，里面的挑战就是。你有先做怎样，就给你加最难的方法。圣经安尼讲，以希伯来书3章第1节讲，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事的确据。喺当中有讲，信心是你所唔望代志一个把，你无看见的代志有一个肯定啊。但是话，你自己下恶魔代志有把握，甚至讲上帝这个要帮助咱，甚至讲这个钱要加对上帝化成主来做在四个上的，对啦，也要互咱加对到养心的一个地步，咱有相信，你奥看见会输。咱先做怎样？咱让天的这个信息。现在相关人那都是有当得到上帝欢喜，因为到上帝的前的人，一定要相信上帝，才相信上帝的手指的才有伊啦。这也是话，咱来信上帝。而且上帝的小组来在做个人，互咱得到大的稳定。现在想讲，我一生一世没有稳定主义对我，而且我大力也外地来一教温暖，对也外地来就是有上帝老干啥都在，上帝伫咱下地的所在，老干啥的伊嘞一教温暖，就要互咱今日有上帝同在，有上帝稳定，有上帝领，咱就稳定甲主义对起来，而且是是。即话咱要有信心，咱要有信心，有上帝帮咱所做，互咱有安全性，互咱不管以生活经营，咱都相信，咱都来关注上帝，期待上帝就好，要带来互咱的人生为咱活伫一个上帝正较稳定的内底。第三，咱应该做的工作。事情就是要咱得到，会当活伫上帝正较稳定以外的第三方面，就是爱遵照上帝的话来行。咱能够有着这个原理，有真侪官文的解释，所以这个官文的字典，这个原理的意思就是凡此哈。一个冰草，迄牛甲伊甲草了食咧胃内底时，伊会个变出来，啊，你摆两到几个水，包，啊，那个消化。这凡此意思嘛，对咱讲起，但是话咱叫做上帝稳定甲啥啦？咱要活伫上帝正内底，就是咱。爱亲像这牛仔同款，在上帝话，常常来上书讲，你上书上帝话，用上帝话来思想，上帝的话，你记啊，也用来你听是这样的方式，通过常常来上书，常常来
讲这上帝上帝的意义。这个咱这个上帝讲，而且讲照着上帝话来行。你即晚这所在，互咱来思维就是，上帝爱以色列，伊不断来思想，不断来思想上帝话，而且照上帝话来行。圣经安写，讲这上帝和这以色列的老爸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伊伫咧所在得到上帝祝福，就是因为伊听上帝话，遵照上帝吩咐，上帝命令，上帝就能够法度行，上帝就赐阮祝福予伊，伊就将做一个信心的老爸，伊就将做一个祝福世世的老爸讲。第二万个人做咩？你家你好来得到祝福，来得到祝福。但是话，咱接触在咱讲你心里第28章第29、28节安尼讲讲，你若听他摇花的，你的上帝话，就要有你这好去来惹着你，有热了，对着你，热了，而且对着你。有就这好几个你到底在事情，讲这最这讲你是就所生，地就所生产，这就是所生，这有啊囝有啊，这最这拢要得到祝福，这我个这一切都要伫遐，因为咱遵照上帝来行来得到。而且讲立存立业，拢要得到。实际上，因为咱在遵照上帝的话来行呀，伊讲当对决起来攻击你的时，要我上帝要干咱啥物事？要我上帝要伫个所在来，而家来杀，来拍来，而且因为一条路来攻击咱的时，要有7条路，较紧来得上，较紧来得上。而且就咱跟咱伫个所在遵照上帝话来行事，伫咱的窗口来手中所随。上帝就讲咧，互你的福气临到伫咱。讲耶和你的上帝，也就是要伫你所在个所在，以后耶稣的建议，要来祝福予你。因此话，咱伫这所在，咱而且看见，当上帝是阮所伫在。当上帝是所伫在时，伊就领受上帝某某地甲祝福，伊就将做伊以后年修成百倍，老来老大，老来老母，加对丈夫，而且在四处也在人，在会处人，伊就在讲，我看明看见耶和华到你山中在，所以你是得到耶和华祝福你，所以就伫这所在来甲伊，好像就拍起哦，讲咱唔通互相侵犯，请你离开因为我领受着危险，所以伫这所在咱看见。人会当看见你是，咱是一个领受上帝祝福的人，咱是会当通过咱来将这些用心的一个人，就是以色列人。但是话，咱这种咱用上帝帮咱，互咱都参加以色列人。特别是地方的
特别是艰难、困苦、咱惊无时，上帝你讲讲，伊拢互伊期待，就咱愿意照着这秘诀来行是，互咱活伫上帝成个稳定的顶时，互咱甲上帝当行时，咱是行一条无稳定好道，咱是行一条合上帝心意的道路，咱就要以安尼来活出一个上帝成个稳定的生命。以后的小组里呢，对这个是一个机会，互咱让咱把握这个机会来进入上帝成个稳定，通过咱所经历的来彰显上帝的力量，通过咱所经历的，也在加最良就好，让百姓的力量。现在做完刚才的稳定，上帝你是个基础的上帝，上帝你伫旷野里头，伫沙漠里间无上帝。而且以前的中间就亲像以前伊对这饥荒的年，伊想要消除人的方法，伊想要去鼓励出来，伊想要提升什么来到你爱去，所以上帝你爱伊留伫伊内底，留伫饥荒的所在，爱伊安静来听候，爱伊安静来关注上帝，爱伊来学习良伫人生中间来关注上帝。因为上帝你听到稳定了后，也当彰显上帝你听到稳定，互人用安尼来记得就好。所以，阮面对这个情时，阮会对上帝你来帮助阮。阮面前安尼记落来是，阮唔通浪费你互阮的机会。而这个情时，伫阮无法度通去走向的时，阮拢会当来到伫上帝你的心宝座前，安静阮的心，听看你的话，互上帝你的心，加对阮的平安，加对阮的保护，加对阮快乐的源头。让阮常常用这阮的世界，用这对对的中心，来同阮政府，来将这这第一个疫情的这医疗人员第一线真中的这上帝你所推派的医生，拢专门来用我们的手中。主啊，通过这个，互阮拢会当互你的听，拢伫世界来走天堂。互咱来给上帝你听，叫上帝你满目稳定的听他，也叫上帝你通过这个疫情。是要将这阮美好之后，互咱有机会来到上帝的稳定下内底，来领受你的救恩，领受你的祝福。阮从阮头前6章180种耶稣中，恳求主你都来出现阮，将最良心的基础，来使阮所通过阮这中间。将最上帝你荣耀的见证你，我来你感恳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今天是卖这点有一寡事项要分享详细来关心来到。还有一项就是疫情由于是非常的严峻所以咱自主观察。互咱伫安尼疫情的中间，有缘会当有较侪基础的关怀、基础的守望、关心来到互咱会当透过挖掘上帝伫中间来度过这个疫情。第二项就是请这特别为着在第一线的在医疗人员来祈祷，有厝内人。都也特别为着伊疫情的关系，咱有侪的企业，有侪人伫工作这边、生活这边里头，学生囡仔也是这边会侪无便，非常的有帮助，互上帝拢来
因为其实上帝是做事做上帝，上帝要是使用咱，或者有体强的上帝当伫咧中间来做你，做你呢，阮特别为这疫苗的研发非常的完善，或者研发出来的这疫苗会当直接来研发出来，会当直接来控制，所以非常的完善，咱拢会当安全来健康，而且很低的量。第三就是要为咱社头教会一个虽然因为疫情关系，咱无法做实体的聚会，咱就用线上的礼拜，所以是伫咧中间，咱必须来帮助咱，互咱拢无因为安尼就毁了彼此中间的关系，互咱怎样常常看伫道中。互相来照亮，买到他认为来互相关怀，互相力量，互相能够交汇。伫咧中间咱必须来帮助。搁一个就是这疫情这点哩，有完，若是咱教会很多因的是机会。咱有真侪人检测因为身体关因工作班，我同来到教会，嘛有真侪人，咱亲人朋友，伊那有兴趣，咱嘛当。就安尼的压力来分享互伊，会讲像上帝对咱讲一下的话，上帝话真济遮的亲人朋友的祝福，会透过安尼，会当伫咧所在真济，互咱拢真济个好运的思考也就安尼才能有机会牧师而且有假如果听这那需要牧师来为咱来做关心祈祷有一个祈祷关怀专线，就是牧师的手机还有牧师馆的电话如果咱有需要会当来看。所以牧师嘛个期待就是，那这咱马路当兴起起来要当伊个所在将最基的用词，将最基础的基的唱，伊个中间来基的帮，伊个来包围这下的听这需要关怀，咱拢来帮保护下，就互伊拢伫上帝稳定下来通过咱的在这关怀，伊个所在，互伊来直接。其后年有话咧修成百年，咱做伙来努力。第四项就是为了一寡身体健康来讲，严重的这个标本，而且伫手部内底无可能的名，这是咱知影。而且是咱教会兄弟，还是咱的亲人朋友，咱都有联来祈祷，这所在咱特别在纪念这牧师年个这个已经听休息室，休息室在咱为后面休息室，因为他之前控制歌这个发展下，袂当是有点咱非常的帮助，或者会有那种重套头部拢用听。继续有做这工个有了一个变成这个同学来提的比如说呢就以希望平安的方式，就是说但是上帝收起来会怎么变好变成特别是要一个这个很画家来提的以最终都里面是要起来上帝所以。咱通过有兴趣通过就是他这一关怀，以将来就是说的，还有一个有共享就是这样的，中国咱知影身体健康的，咱拢就是医疗的去做理论再来这个消息报道的部分呢，就是因为这个关系，咱政府很多教会有规定讲。全国疫情第3期的警戒，咧延到26月28号，咱教会来咱来到政府配合
大家拢做好这弘扬的工作啊。伫迄所在，咱通过线上礼拜，伫迄所在，互咱拢无强调咱必须的敬拜，而且不但无强调，反正是较侪来祈祷的上帝。就比如圣经讲讲，就是主讲伊是保守，咱是自己吼，伊对咱了解什么？就是讲修在地体里教死的事。第二个发生，互咱拢通过这有完了的解释规律，来解释这个。第三就是咱教会本来今年4月12日有要举办这个咱教会圣道130周年的感恩礼拜，按疫情关系，所以通过这个线上也所在来甲咱的同工就是同工来做讨论，来以观讲讲话将来然后再暂缓举行咱个希望讲这个情哪怕平静的时，较平顺的时，咱会当做找时间来举行。第三就是咱教会在文经馆有加做一个提醒就是因为前半年咱无法度来做这个实体的礼拜，所以咱就改做这个线上礼拜，所以是有缘咱有缘有敬拜，有缘有奉献。这个奉献就是要帮助教会事工的基地所以假设咱也当伫咱厝里，也准备一个气风站用一个敬虔感恩的心伫这所在用礼拜主要奉献下，咱伫这奉献底下内分别进行，会当好来保管咱台咱在这实体礼拜的时候，咱就来教会做奉献搁有就是咱嘛当提起田中如美财务长老可以说在互咱奥会的做订约刚刚在这个实体的聚会时他全部拢公布出来，拿这三搁有一项咱会当奉献的方式，就是咱会当来到伫教会边啊邮局伫这所在用这个转账方式来到邮局来转账这中间老师有甲这个咱的邮局搁有账号搁有户名下来互咱知影咱若方便会当用转账部分，咱就来到邮局来这钱转进去迄边伊会伫迄所在来评估讲到底是啥物样奉献互如美长老伊伫这所在咱来做记录以上报道伫这所关主来纪念咱诚实的奉献，也保守咱上帝殿下上帝，让我们让底下来这个做捐得乐意是上帝所欢喜，捐得乐意是神所喜悦的再来第四项报道是咱文体头咱有会课伫7月35日要举办的圣诞礼拜，因为疫情关系，疫情不明，所以区会后来有用这个线上的讨论的给中间来了解讲二盲现象代志来进行鼓励因为大家无来这个实体的主会是主这个是嘛无这时间嘛无联系的所以个疫情无明咱拢我就伫咧出来做这个这个圣诞礼拜所以是不要紧，互咱将用特定的时间来做准备，求上帝拢互咱无失去迄个对会的心但是恶乐而对
咱主要就用时光来立存的黑时代娱乐分享。以上报告完全被收所伫咱们咱等一下来做一个祝福祈祷，人家是上帝必定来祝福。伫这个祝福了后，咱有要从过去的时光，咱配合咱必上帝娱乐的方向。互咱先生知影，主伊请咱，伊伫咧中间，互咱拢活伫上帝的请好对来对。咱做伙人咱是上帝必定来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天地上帝天下，甲圣神相通，用甲咱每一位上帝家一路三同在，互咱拢诚做荣耀上永世的一个基督，互咱拢诚做上帝荣耀的圣灵，特别伫这疫情真严歹的时，互咱拢当抓着安尼一个机会，互危机变成做转机，互这中间，互咱拢当抓着安尼传统的机会，承受上帝美好的计划。伫中间，互咱拢当活伫上帝的请到这内底，直接到永世代都是。阿门。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主你的疼，我的心有伤痛花，要怎搁行遐？做困目重重，我袂牵伫你的疼。主你听我做宝贝，唔捌放下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唔免搁着惊。主你的疼，透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啊我，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你的疼，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答到永远，坚
对答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